Hello，大家好 ，KFC 胡兔仔。呢排枕住日落雨，龍舟水啊嘛，濕濕立立，唔知點解就會想食啲重味少少嘅嘢，咖喱啊、啫煲嗰啲。先嚟個鹹蛋黃啫雞翼啊，野味鹹蛋黃拍咩炸嘢，其實都好似好 OK 咁。跟住就係呢個紫蘇啫山腸。如果唔食內臟嘅妹妹，可以先從呢個菜開始試下，因為紫蘇嘅香味基本可以覆蓋咗生腸內臟嗰種味道。你只會食到生腸爽脆嘅口感，而食唔到任何異味。跟住就係呢個蝦醬啫通菜咯。咁呢個時候啲妹妹肯定會撲出嚟問，又係咁重口味，冇辦法啊！啫嘢本身呢個烹調方法就係好霸道，啲味道一定係一層一層咁上，即係你去食啫嘢嘅地方，唔會突然間點碟蒸魚，最後呢個猛火啫牛河 OK 嘅，但係一定要問佢攞個辣醬咯。如果唔係，你會覺得個牛河好淡味。溫馨提示下啦，如果2個人嘅小情侶最好中午去食嘅，今晚呢可能撞啱隔離台搞團建啦，10幾個年輕人一坐低，一個人講嘢，10幾個人一齊歡呼，一直無間斷嘅喎，唔係我誇張啊！你唔望個隔離台呢，你以為隔離排緊龍舟啊？咁又不講，食啫嘢係熱鬧鬧先有 feel 嘅，好奇怪喎！啫煲啲名呢，好似都係咩啫咩喎。如果係我呢，我就叫吱啫㗎，記得點讚關注，拜。